佢哋稱呼我做 Sarah， 我係一個好普通嘅人，普通到可能同你幾度擦肩而過，你亦都唔會記得我，過住一啲好普通嘅生活，普通到連我細個嗰陣都冇諗過。但自從2年前嗰件事發生咗之後，我又再開始見得到啲異象，甚至成為異象嘅一部分。慢慢開始就唔止我自己一個見得到。如果你認為琴晚喺夢境有見過我嘅話，自由穿梭只有自己知道嘅世界，好天真咁樣請一啲都唔知有冇用嘅英雄。不過就算我打過你、鬧過你都好，但只要到明天嘅早上，你哋就唔會再記得我。每一晚都一樣，而每一晚亦都唔一樣。但今日有啲唔同，我發現我返唔到去。